IPv4 得43億個地址 ，IPv6 有幾多？係340萬億萬億萬億個啊！因為 IPv4 地址就快用完，所以就有 IPv6。佢長度有128位元，地址多到用唔晒。IPv6 地址用16進制表示，總共分做8組，每組4個位，中間用冒號隔開。舉個例，就好似呢串數字咁，8組長長嘅16進制數字，睇見都覺得頭暈。咁長點記啊？唔使驚，有縮寫規則。第一，每組前面嘅0可以省略唔寫，即係話0DB8可以寫成 DB8，0000寫成00001就寫成1。第二個規則，連續全零嘅組別可以用雙冒號代替，即係2個冒號連住。不過要記住，為咗避免混亂，成個地址入邊雙冒號只可以出現一次咋。縮寫完之後，原本長長嘅地址就變成2001 DB8。1係咪簡潔好多呢？如果要還原，數下有幾多組，唔夠8組嘅話，就用0補翻滿8組就得啦。IPv6 嘅網絡部分用斜線表示，例如斜線64，代表頭64位係網絡部分。喺 CCNA 考試入邊 ，IPv6 越嚟越重要，大家由今日開始要認真學好佢啦。